耶穌從葛法翁前行，睇見一個人喺稅關裏面坐住，佢個名叫做馬竇，就對佢咁話：你跟隨我啦。佢就起嚟跟隨咗耶穌啦。當耶穌喺屋裏面坐席嘅時候，有好多稅吏同埋罪人都嚟同耶穌以及佢嘅門徒一齊坐席。法利賽人睇見，就對佢啲門徒咁話：你哋嘅老師為乜嘢會同稅吏同埋罪人一齊進食呢？耶穌聽見就咁樣講啦：唔係健康嘅人需要醫生，而係有病嘅人。你哋去研究一下，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係乜嘢意思？我唔係嚟召叫義人，而係嚟召叫罪人。聖經注釋：義人喺呢一度係指以守法律自以為成義，而唔係接受耶穌宣講嘅人。